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本日福喜类类嘅节目。你上礼拜讲到嘛，介咧讲到性血管嘅问题，讲到性虫，你绕墙到，你介线上呢度节目地图，然后大家咧到咪世界，然后大家咧解说。咁个今日強榮係繞牆線上呢度節目地圖咧，上半是講啦，下半是繼續來講，大家咧分享啲見解，來邊佢係來自亞東依然嘅富蘭中劉冠明先生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姚冠明，我要來平安。顺心健康，也太棒了！先生会加来，因为一直讲到暗号有冇？哎呦，我嘅感觉就会好像帮那个观众朋友上一个很棒的口场，哎呦，嘅感觉有冇？不过強榮吼，节目一开始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老古年兒一樣啊，先生有講一下冇？心肝跌落下角，對，係路強榮英講呢。心肝跌落下角，其实我们白话文讲就是胸涌嘛哈，其实心脏就在胸腔里面，但是如果黑公你给心从跌下去，跌到横膈膜底下，就是整个心脏往下掉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心脏，你要不要猜猜看？就是解剖学上呢，它已经脱位了，就像关节脱臼一样。对，这一定是不好的、负面的。对，心情很沉重。对。古时候雄心朋友，你知道，我觉得医师真的很幽默。如果说以病理学来说，你就是该一款心脏，可能清氧从给问题，如果形容我们的心情的话，就会心情很不好，心情很沉重。所以你看哦，黑公你同太太讲，你怎么看起来脸不是很开心？就你咪爱给心肝跌落下角，好长哦。其实就同太太朋友跟心情好，对，那心情很不好，还是要赶快调试出来哈。人家就会给不业露骨演绎，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哎。以前给你对于心的诠释，怎么这么的，算是很直接，可是又是很迂回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強榮今日講嘅係個心蟲嘅問題。上禮拜我們在最後有講到，係講也係高血脂、清氧蟲嘅問題。公司才發，可能一本現場看過，係我們會吃藥嘅，你的藥不要隨便都停了，因為醫生就講嘛，你因為吃藥你才可以控制在那個指數啊，你藥嘅某些指數可能就有變動。還有一個清氧蟲嘅迷思，太咖啡講，那 OK， 係講我唔吃藥嘅，我吃健康食品可以嗎？其實啦，胃道同膽固醇降下來，你可以做嘅事情都可以。譬如講你運動啦，你控制你嘅飲食啦，也跟人哋弄清楚一樣。當然，如果你會感覺醫講，我哋食健康食品，健康食品當然係希望對你好。問題是健康食品本身，佢係唔弄輕方便買得到。佢買得到嘅理由是因為佢親安全。問題是佢嘅效果唔會很好。所以他講可能花錢到錢，得到嘅效果冇很好，也係幾個重點。另外是人哋都控制嘅時候，清重要時候有一個標準。個標準就會講，譬如講你到那一次檢查嘅時間，評估起來你有家族史，你年齡也到了，你心血管的風險比較高，所以人哋要開始控制。但到開始控制嘅時間，人哋就有一個目標。個目標啊，係你做得到，人哋其實乜嘅藥都唔是開。係你做唔到，當然人哋就會想辦法。其中一個辦法就會食藥嘅。食藥嘅效果對膽固醇來講，其實挺有效。真嘅，所以他講有糖多，就會講，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去找醫師，然後評估到底你嘅情況會用誒，唔係講你都不去看醫師，要唔驚唔慘，就是都講反正我就看天師，我就是保健食品哈。還有一個，他講會講那我吃素可以吧？我食齋誒，食齋是可以。譬如講，你平常就食齋人來講，你營養是均衡的，基本上我們也支持。對，重點是，你以前都食齋，更加低下膽固醇高。你繼續食齋，你也沒有改變什麼，就冇意思誒。你本來係食荤的，突然之間你因為膽固醇高，你要吃素，其實是可以嘗試的。但不要因為這樣而損失了蛋白質的攝取，對，有可能會讓你的肌肉質量流失，是點都比較衰弱，這樣也不是好事。對，另外一個重點是齋人啊，第一個是烹調方式，你比如水煮的青菜真的吞不下去，它可能都會加油。你如果去素食餐廳，你會發現油亮亮、閃閃動人。對，貼油啊，希望就泡嗰種是青豆。這就唔錯。另外是講它的
再制的食品很多，对，它不见得是食物的原样态。那些再制的食品里面，坦白讲，也有我们担心的疑虑。对，所以台卡都讲吃素这件事情要想得很清楚，因为不过以现在的健康饮食来说，吃素的范畴是广泛的，对，所以要增减轻重要台卡会用清楚哈。那台卡就会问讲，那我要去看心上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要同台卡的分享，就会我们现在其实真富有亲后跟定期健检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这边得到的讯息同台卡的公一还就会讲去抽血检查，就是说55岁以上的年初敏65岁以上的民众每年有一次，35岁以上的小儿麻痹患者当年就有100，所以其实这个是好像是一个很透明的资讯，可是大家没有很关心。其实是更加好，因为政府他敢抵押讲我们有像这一次的疫情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指挥中心啊，有卫福部。卫福部里面大家可能很熟的叫做健保署，因为这个健保同它跟移动有关系。另外一个叫国健署，国民健康署。那国民健康署其实推了很多健康促进的方案，所以譬如讲，他对40岁以上到65岁，他其实有每3年1次的所谓的健康检查。那当然还有其他伴随的一些筛检，比如说乳癌、子宫颈癌、大肠癌的一些筛检。口腔癌的筛检，这个我们叫4癌筛检。那刚刚讲的40岁到65岁3年1次，65岁以上每年1次，这是普遍的全国的每一个人。那特殊的族群，比如说原住民55岁以上每年1次，或者是小儿麻痹患者35岁以上每年1次，那属于特殊族群。但至少我们可以理解，我刚刚所提到，我上礼拜所提到，人生的下半场，从40岁开始要去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。有些部分我们是因为公司里面有团体的健检，有劳工健检，那至少呢，卫福部国健署也可以封面，每3年有1次所谓叫成人健检。成人健检就会回答你我们刚刚关心的部分，比如说你的血糖、你的胆固醇、你的三酸甘油、你的肾功能。那这个时候会提醒我们是不是属于那个高危险的那一群？我们是不是开始要做一些健康促进，改变我们的生活作息？所以曾经有安永给资讯，如果大家知道了，其实真的就可以去使用，对不对？不过更多亚哈，跟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它基础给第一次，不过亚哈公它。有一点点就是比较专业的部分，然后你看，我们常常会发现说，我们一打开报纸会说谁去爬山，一天攒个时间，可能就突然倒下了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太开直觉一想，就可能就会形成给问题，太开会更多心脏衰竭啦、心肌梗塞等等。不过我们先讲一个很基础的，就是心脏衰竭，大概都在嘛，该心脏衰竭。心脏衰竭、西扎斯啊，其实衰竭其实最简单的就会心脏无力。心脏啊，现在的身体里面很重要的马达。对，这个马达呢是把血打到我们的全身。它很辛苦哦。它从妈妈的肚子里面，从怀孕的第5周开始，它就一直跳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。你没办法聊，没办法衰磨。我们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脏还是乖乖的跳，所以它是持续不间断的。那心脏呢，如果表现得好，我们的生活作息、我们的运动功能都会很好。但心脏如果表现得不好，就会力不从心嘛。所以相对上面，你就会出现上面，你就会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。对，那就是我们讲的心脏衰竭。对，那在科学上其实是有明确的指标的。譬如说，我们心脏在收缩的时候，一次收缩所打出去的多少的容积，60% 以上我们叫做正常，40% 以上我们觉得功能不良，甚至20% 以下我们都觉得快要准备去换心了，也在心中就轻某力，意思就是说100cc 的血液收缩一次，它推出去的量应该要能够大于60cc。这是一个比率的问题。那我们能不能说心脏衰竭？其实我这样子听起来会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各种条件集合在一起，就是一个退化的状态。可以这么说，心脏衰竭啊，它是有很多不同面向的。对，心脏是一个整体的表现。它之所以没有办法有效的把心脏的血液射出去、排出去，
打出去，其实有几个原因，比如说它的油管阻塞，这就是冠状动脉阻塞，对，所以呢，它就引擎效能不好。它也可能是它的阀门不好，比如说这个图上有看到这个心脏的瓣膜。对，我们的目标是心脏的血呢是单方向的流动，对，向前走，对，所以前门要能够打得开，对，后门要能够关得紧，对，如果后门关不紧，那就是逆流，对，前门打不开就叫狭窄，对，所以瓣膜性的心脏病、血管冠状动脉阻塞性的心脏病，甚至心律不整，甚至是心脏肌肉本身的退化，这些都可以总的导致心脏衰竭。是，所以心脏衰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。对，你看，经常有讲到啊，其实它的血液流的方向，我们常常会听到，就是血液逆流这件事情，也会常常听到，就是像是什么瓣膜的问题，好，聊安用感问题，可能你先聊下，另不一场，你等下再走来讲。东平绕墙都系阿东医生嘅夫人总，呢度嚟片到大家嚟分享哦。讲到心脏，其实也问题太复杂了，对。不过给我们讲嘅较简单的哦，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。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心脏装支架。哦，这个好像蛮容易就听到，因为家里会说哦，我爸爸就有心脏装支架。不过最近也常常会听到，就是说哇，它是什么？比如说二尖瓣膜脱垂，黑某就会讲，比如讲给比如说狭窄。按用嘅问题，喺咪做啲较简单同大家的分享，那都在买东西，因为糖有轻怎样？不过其实好像身边也常常会听到有女按用嘅问题。人喺心脏啊，一块肉。很肉做的嘛，心脏就很认真的在跳动，在收缩。但是呢，它要维持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把血打出去。那我们的静脉把血收集回心脏之后，它要送到肺部去做气体交换，好让我们吸收氧气，让我们排出二氧化碳。之后呢，再回到我们的左心室再打出去。对，我们心脏有4个房间，4个房间，那有4个门。接门，那个门呢，就好像心脏的瓣膜。那心脏的瓣膜呢，叶冲点呢，就是要打得开，要关得紧。叶冲点是维持血液的单方向，一个方向的流动，所以它不应该逆着走，它倒着走就乱了套。所以呢，心中的4个房间呢，就是我们讲的右心房、右心室、左心房、左心室。那4个门呢，就分别是3尖瓣肺动脉瓣。这是属于右心的，2尖瓣主动脉瓣属于左心的，所以就简单的这样把它区分。对，那头都讲过，个心脏的瓣膜啊，就像门腔样，所以给它打开，给它关得很，给它打不开，它就叫狭窄。它如果关不紧，它就叫逆流或闭锁不全。所以心脏的瓣膜就这4个瓣膜去乘以这2种疾病，排列组合就是变8种。所以就2尖瓣狭窄，2尖瓣闭锁不全，主动脉瓣膜狭窄，主动脉瓣膜闭锁不全，了解，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当然，所有的情形啊，其有分也严重性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轻度啦，或者中度啦，或者是重度。当然也同病人的症头有关的。有的人感觉更严重，检查起来无咁严重；有的人感觉无症头，不过检查起来轻严重。有时间医生就会同病人讲，留等无处理，以后可能会用的。对，那么更加处理可能有某个好处，有某个坏处，有哪个差别？对，整体比如这张图讲的就是2尖瓣膜脱垂。我们家在会谈到有你一款心脏，就像心脏讲的，比如说，你这个有可能是一个。它可能是一个有可能随时会发生的炸弹，有可能会按用你。不过你真你现在看起来你眼压厚厚，你都得不处理，可能还是会问说，看你什么时候比较适合，然后有没有该时间，你都可以来处理。对，所以这听起来其实也会轻氧重跟问题，可是好像听起来又没有那么严重。对，比如像这个就是2尖瓣膜脱垂，就刚刚医师讲的按用跟问题。也个2尖瓣膜脱垂啊，也利用也个技术同他看研究一下。
脱垂啊，它是一个形态的名词。简单的说，比如说可能可以给你的下巴，我们说它的下巴比较凸，那是形态的问题。可是功能上面呢，也是东西没问题，也功发亲厚，对，功能上没有问题。所以脱垂本身是一个形态的名词，可是它在功能上是可以完全没有逆流，没有闭锁不全。所以这是2个独立的事件。2个胸哈是讲严重，只有一个情形啊，是某一天有针头。问题是啊，二尖瓣膜脱垂为什么这么常见呢？甚至有人会统计说，可能有1/5的人拢有。不过某一天有针头啊。有的人啊，尤其是年强的什么，年轻女性，其时常会遇到一个情形，在一些特定的状况，可能是紧张、焦虑、压力的状况，他会心悸、心脏跳过脚。正常的时间，俺的心脏都俺的身体底部也好，你都跳俺的唔低。对，很特别哦。我们心脏跳动，我们不知道。对，当你知道，它就是个困扰。就是你可以感受，你自己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，它最大的价值是让你无感。对。当你有感它的存在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卡卡的，是不是像心悸的那种感觉？很多人说，我觉得像。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多跳一下，少跳一下，或者跳快了。是。当你有感的时候，它就叫心悸。跳快又有感就叫心悸。是。有些时候是跳得强，你就嘣嘣，但不够快。那一般来讲，心悸我们会定义，比如说大于100下啦，而且你有感啊。对。有些人其实我们去跑步的时候，我们心跳110，其实自己不见得有感哦。对，只会觉得喘喘的，但你不会有感。但是如果你到130的时候，我想多数人都有感。我觉得好像心脏快要跳出来的感觉。对。所以那就真的是心悸。是。所以如果你有心悸，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症状胸痛，而且那个痛跟我们讲的心绞痛不太一样哦。不是那种闷闷压迫性的痛，常常都是刺痛一下，像闪电过去一下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有胸痛又有心悸，然后我们又找不到你的病灶，是找不到你血管上的阻塞，找不到你收缩力上的障碍，对，没有明显的心律不整的真相，再加上瓣膜只看到它就拱门比较拱，形态上这个叫脱垂。我们讲的拱门是因为二尖瓣它有分前叶跟后叶，这就好像前门跟后门，它是一个拱门的形状。它这个拱门的形态，它本来是很漂亮的。如果这个拱门比较高，这个时候形态就我们叫脱垂。所以它是一个形态的名词。是。我们发现这一类症候群，就是这些症状的组合，比较容易发生在一些特定的，比如说年轻女性。是。她的共同的表现是心悸、胸痛。对。它的诱发原因可能是紧张、焦虑，睡得不好，甚至是这个时候有比较重大的生活事件。对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说喝咖啡啊，咖啡因会诱导啦。当然，这就代表这些人体质不太适合服用这样的食物，本来能喝的，他以后也能继续喝，这个影响就不大。所以这一类的症候群，结果我们检查了半天，就只看到二尖瓣膜脱垂。所以最后我们就把二尖瓣膜脱垂这个形态上中性的名词，变成这个症候群的一个名称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，有时候医生会跟你说，你要调整你的生活作息。所以我们并不是叫你去调整你的二尖瓣的脱垂，因为没办法调整。如果要调整，那就要开刀。你比较中香饮，它如果没有功能上的狭窄或闭锁不全，对，所以你其实不需要做任何的介入。了解。我属于做嘛个事情，你会做是避免它发生，所以我才会一直去问说，为什么调整你的生活作息，按我给请你就有可能可以改善。或我那时候的想象是这样，你可以改善你的二尖瓣膜脱垂。其实照医生这样讲，它其实并不是。其实我们没有改善二尖瓣膜脱垂的形态，对，它还是那样。一个口疾的人，如果他的下巴很凸，我们想改善的是口疾，是我们不是把他的下巴敲掉去整形。我们要改善的是功能，是我们形态，我们会宽容的对待它。那这样可以吗？就是如果我去检查，我有轻微的，我自己解读啦，就二尖瓣膜脱垂，然后我可以不要怎么样吗？我就好好的改善我的生活作息。它只是一个形态上提醒你，这就好像是说，在医美
很昌盛的这个年代，对，如果有人提醒你，你有皱纹了，你有抬头纹了，对，你法令纹深了，于是乎你可能会去做一点点改善，对不对？就是避免做一些很夸张的会产生皱纹的一些动作，对，所以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嘛，是一样的道理。人家提醒你，你有2尖瓣膜脱垂，对，但你一定有理由去看医生，除非你是做健检。是，如果做健检的话，你又没有症状，2尖瓣膜脱垂它是一个中性的了解。如果你是因为有症状去看医生，那医生的责任就是要改善你的症状。所以基本同讲的事情就会用的帮忙。希望唔好再发生一的事情。迄讲你总得零咖啡，你就冇零咖啡；迄讲你睡木睡贴上，你就开始多睡一点，就是调整。还有一个一定要讲主动瓣膜狭窄，这个是最近常常我们会听到的一些问题，而且听起来会觉得他的手术的这个成功率也非常的高，好像听起来是这样，可是又觉得好像让我们觉得有点惊恐，又有点害怕这样子。对，主动脉瓣膜狭窄，按头讲啊，吼，心中我们有4个房间，对，有4个门，其中一个瓣膜就是主动脉瓣。可能关不紧。主动脉瓣很重要，因为它是左心室，全身最重要的腔室，最重要的引擎马达，对，最重要的这个马达把血打出去，打到全身的，它经过主动脉瓣膜这个前门。打到主动脉，打供应全身，所以这个门打开很重要，对，关得紧很重要。狭窄的意思就是它打不开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这就好像大家开车的人，如果你在踩油门的时候，你忘了放手刹车，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阻力，对，所以你的油门踩起来就会很迟钝，就会觉得夯挺突。汹涌的脱离，你的心脏打出去呢，如果还增加一个阻力，这个主动脉瓣膜这个门打不开，不肯全开，产生的一个阻力，你的心冲就轻生裂，所以对心脏来讲就是费力，就是负担，长久的负担就会导致心脏的困扰，比如说心脏的肥厚啦、扩大啦，最后心脏衰竭。哦，哇！讲到非常嘅清楚，还有嘛嘅做对老大家分享聊下，你等下常常会讲。医师，你有没有常常去各个地方演讲？你讲得这么好，应该大家看情形呢，看时间呢。现在还太忙哈，也许以后有机会。对，临床上一直被需要。真的，你看哦，因为其实真给跟给一堂线上讲，你就知道真的是很细节，而且讲得很清楚。不过真的天某喊，周围事情贴抖哎哈，没有关系。人生的上半场跟下半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做。我们上一段讲到主动脉瓣狭窄，那我们就讲到这个部分。其实我们要不要手术这件事情，当然是看你的严重性，然后心脏要做评估按原因。不过公司才发亚哈宫都心脏的手术，以前会觉得哇是一个好大的手术，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件好难的事情。不过亚哈太卡被吃到，好像被大家讲起来某按养虫就你有朋友去做这样的手术，好像出院了也觉得很好啊。太卡就会讲因为那亚哈周围就是微创手术。对，那我们大家就觉得哇，听起来很棒好像以前要整个把你的身体拔开，不过亚哈针也好像做微创，医师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？心脏的开刀啊，心脏的治疗方法很多种嘛，生活作息的调试啊、运动啊、饮食习惯，最基本的可能是药物。你看以前啊，我时常同病人讲啊，你来看我同讲法，讲的以后就有效，可能就拜用好，你拜了神之后都没那么有效，你不太可能跟医生聊聊天之后，你就突然之间人生开了点光这样。所以药的也很基本的事情。然后心脏内科应该有很多治疗的方法，比如说经导管的支架，甚至有一部分主动脉瓣的狭窄可以用经导管的瓣膜，所以也喺心脏内科应该可以做的。那心脏外科呢，其实很久的早在2次世界大战结束1953年的时候，第一例开心手术其实就完成了。所以过去也个时间已经超过100年了，不70年了。按长的时间其实心脏外科一直都进步。
以前开心中啊，他可能甚至有听说心脏要拿出来开一开再放回去，这种机会很低很低很低，很少需要这么做。大部分的传统的心脏手术最重要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很好玩，它会去保护最重要的地方，比如说脑，它整个都是骨头包着，还有我们的胸部骨头有包住的就是心脏跟肺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脑心肺是我们最舍不得被破坏的地方，很重要的生命器官。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我们要去处理呢，它就会有一个胸骨、胸廓去阻挡，旁边的这个12根我们叫肋骨，对，中间这个直条的呢，一个饼状的呢，我们叫胸骨。所以传统的心脏手术是从中间划开，中间切开，连骨头都锯开，对，撑开，对，所以就一个很好的铺路，对，看清清楚，所以我们可以做清楚事情，这是标准做法，黄金做法，在过去70年来都是这样，对。但是呢，因为大家也理解等到你头凹一块头的时间，你都已经不得已了，对，身体可能也变得比较虚弱了，那伤口又大，恢复又慢，所以大家的期望值就不是这样嘛，所以他看你都希望说，是不是可以动的伤口小一点，恢复快一点点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也长达将近20年的时间，我们就把传统的手术呢，希望把它挪到旁边。比如说瓣膜的手术，我们可以从侧胸，或者是右前胸；有一些绕道手术可以从左前胸，尽量的避免从正中的大伤口的切开。然后我们用肋骨跟肋骨中间的肋间的空间，用肋间切开的方式撑开，做有限的铺路，然后完成传统手术想达到的目标。这就是我们讲的微创手术。是，这就好像是以前呢开胆囊、开盲肠，我们都要开一个口子。可是现在呢，我们可能可以1个洞、2个洞、3个洞，我们用内视镜的方式去把它的重要的病灶把它做处理掉，这也是微创内视镜的方法。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微创内视镜的方法导进心脏手术，我们也用内视镜来协助辅助心脏的手术。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，其实就可以把我们的创伤缩小，对身体的影响控制到可接受的范围内，对，让病人可以恢复的比较快一点，对，让病家可以觉得比较有信心一点。是，听起来糖业就被吃豆公，黑公都得选择一些客观条件先摆在旁边，就是如果可以选择，听起来就是要选择微创。糖业有哪个杠口会按用？因为你看伤口可以比较小，而且听起来不是整个把你的胸给挖开，整个做一个刚启常说的最黄金的铺路或是什么。那在微创上面，它跟传统比起来，在微创有没有什么地方它是做不到的，或者它风险比较高的？坦白说微创手术呢，任何一个开刀这就跟婚姻一样，你选的对象，这缘分这个很重要。你选的对象它是什么？你不太可能用首付的标准套在你的对象上，对他负担太重，你也不可能用全民老公的帅哥欧巴的形象套在他身上，他也力有未逮嘛，一样的道理。今天如果你选择，当你知道你要接受一个治疗、一个手术，你可能比较重要的是跟你想找的那个医生好好的聊，用他的专长，是，而不是听来的专长套在他身上。习惯用刀的，你不要逼他用枪。所以，如果他做的方法是传统手术，你选择他，那你就接受传统手术。是，如果他是习惯做微创手术，那你就接受他习惯做微创手术的方式，千万不要为了微创而微创。因为呢，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。你要找他安全又有效的方法。是，很多人会，我过去的经验里波呀青抖影感觉送 Q 过 C 过后啊，这是很直观的，我们很直观的杠。可是如果他不习惯，你逼他一定要小的伤口，那你就等于在限制他的操作。反而会增加自己的风险。是，微创确实有很多东西不能，真的有很多东西不能。但每一个经验值不一样的外科医生，他的范围也不一样。所以好好的跟你的外科医生聊，对，我想这件事情最重要。我知道
除了欣赏共哎，无论如何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医疗科技也是一直在前进，一直在进步。因为欣赏类都鸦片，它有都底吼，就欣赏其实在微创这边其实是非常，这里讲权威嘛，按我们清白谁嘛，这欣赏真嘅係清权威啊，不过真嘅清某涵，嗰种才会讲啊，清某涵欣赏还类都鸦片，好，可能。每天都非常忙，有很多的手术。其实有青头跟问题都在胸同形上的大椎骨，工作按都工作都是清准压跟问题。不过真的很想问老师，温醒上工，那老师温醒上工，为什么会选择心脏外科？因为心脏外科看起来是轻难的东西，迄个爱做咧做欣赏哦，爱迄无爱用嘅能力，迄个爱做咧做欣赏，可能先较简单的。俺那个妈个欣赏的妈个较简单哦，太讲无负哦，因为心中糖血就会哇很高压，压力很大。你看，你可以选择内科，你可以选择外科，你可以选择小儿科，对不对？因为心脏外科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。其实啦，我哋医生都我哋训练的过程啊，譬如讲读书的时间，以后医学系毕业以后，你要分科的时候，一开始你可能会选择可能的构心然后从来可能构心比较强调效率。看到效果，够急心，然后也对自己的手有信心，那你就可能会选外科。有一点够讲啊，给紧张的场合，他可能会觉得我慢慢来，我的思绪比较完整，我做的比较周全，对，他可能不见得就会选外科。所以压第一步，你会选外科或选内科，外科系或者内科系，会动手的或者比较不需要动手的，对，好。那第二个是你选了外科之后，我们会有外科不同的分科，比如说你有胸腔外科、神经外科、整形外科、一般外科、大肠直肠外科等等等，或者骨科、泌尿科都算外科系。那给世界会选心脏外科，是因为心脏外科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它是不断的在重建。大家可以了解，虽然癌症是我们的10大死因的第1名，可是心脏很少有癌症。对，心脏很少有肿瘤，对，所以心脏常常不是在做破坏性的手术，或者挖除、减压，心脏在做的是不断的重建，先天性心脏病把它重建好，血管阻塞帮你重建一个高架桥，做一个外环道，瓣膜打不开、关不紧，我让你重新恢复它的功能，它是不断的在赋能，好，让这个恢复它原来的功能，这对我来讲，它是一个很高尚的目标。所以一来是我的个性使然，二来是我有机会去操作，我可以精益求精，三来是因为它符合我对我这个职业的特殊期待。真的哇，真的听起来真的亲有意思，太敢有糖豆嘛。其实可以听到的是，欣赏都在讲的一个哲学。我真的是觉得这样，我有朋友他也是外科医师，其实同来讲，他说因为我要做最后的把关者，一个干狗会按钮你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每个人，我觉得除了能力、个性、兴趣之外，我觉得就是你对这件事情，因为你做的是重建这种感觉。给我们一起去动放于线上那个节目地图到台卡的分享，我觉得应该要开一集是特别来分享跟专业知识比较无关的，像这样的一个哲学的分享。那真的很谢谢医师，好，谢谢我们的副院长。黑妹有几飞接来，有几飞发，谢谢。好，天天好嘞，做乜嘅咧？做认同了。